住手！没事吧？这小狗好可爱啊！大娘，你觉得它可爱？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早就想养一条这样的小狗了。那，您替我收养它吧。好。乖。来，大娘，这有锭银子，你替我好好照顾它。这么客气啊？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养着。谢谢啊，姑娘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了啊！哎呦，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狗，多可爱呀！走啊！大哥，他走了，大哥。请问两位喝点什么？不喝。不喝，不喝您可别来。改天再喝。约在几时7月初1吧。两位可有人介绍？是徐公公和陶公公介绍我们来的。好，两位稍等。绑上。干嘛？站起来吧。来吧，开始转墨吧。停！跟我走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们这里有宫里上等的玉佩，管事的人麻烦出来一下吧。这可是块上等的宫廷玉。谁呀？当什么呀？我们要当一块上等的宫廷玉佩。宫玉呀，我看看。这玉的品相不错，属于上乘。
但这不是宫中之玉啊。不能吧？这确实是宫中之物，而且是一个妃子身上的，是她最喜欢的一件事物。拿走吧，这不是宫中之玉，你换一家，他们会给你当的。我不信你，这怎么就不是宫廷玉了？老板，你不会是想压低价钱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做这行之所以做到现在，我要不是守规矩，能做到现在吗？哼，我不信。同样是宫里出来的物品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，走吧。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啊？干脆这样吧，你再换一个人过来，我信不过你。你这小子，我给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宫玉。你看看我这块玉，匪中带穗，穗中带匪，这才是真正的宫玉，这叫官玉，懂不？说的就是你！既然人赃俱获，束手就擒吧！哈哈，锦衣卫呀！哈哈哈。不是说好不动手吗？你，哎！道歉就免了。我说，你能不能放开我？哼！喂，有没有人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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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下三滥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！别做无谓的反抗了。哎，你不是会法术吗？你把我们变出去！眼下这四处都是密封的，用法术也没用。所以，我们就在这等死吗？哼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，天天就知道喝酒，没别的事干了。哇，这都可以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臭道士，我们不会困在这吧？喂，臭道士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喂，听不懂？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哼，亏你还说得着。与妖道共困于鬼市，
是你涂下了不明。天目童有办法，静观其变。天目童有办法，静观其变。